近排市況麻麻地，等我簡單咁講下德式、同仁堂醫養同埋漢天天成，等你可以輕鬆啲諗下抽唔抽得過。一、德式2526，醫學界嘅 OpenAI， 但仲係個生金蛋嘅雞仔。呢間公司係做醫學影像 AI， 專門幫醫生睇染色體，用 AI 大模型做產前診斷。佢有全球最大嘅醫學影像模型，技術勁到話領先同行7到8年。簡單講，佢係想用 AI 取代顯微鏡前嘅醫生，幫手睇 BB 有冇遺傳病。增長潛力，佢最勁係技術許可業務，即係賣個腦袋俾人用，唔使賣硬件。毛利率去到75%，好似賣軟件咁好賺。但佢仲係虧緊錢，核心產品仲等緊批文，仲未有正式收入。2025年收入升咗4.7倍，但就係蝕緊錢。如果你信 AI 係未來，佢就係醫學界嘅 OpenAI， 值唔值得抽？高風險高回報。如果你係搏一搏嘅人，佢有機會一聲爆；但如果你穩陣派，就等佢真係賺到錢先再諗。為想玩新股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夠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， 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2400蚊迎新。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2、同仁堂醫養2667，老字號開養生館，穩陣過做定期。呢間係同仁堂旗下做中醫醫療服務嘅公司，有12間中醫院加1間互聯網醫院。佢唔係賣藥，係幫人睇病做管理，仲有 AI 中醫幫手俾養生意見。簡單講，佢係將百年老字號變成一間中醫連鎖養生館。增長潛力，佢已經賺緊錢，2024年賺咗4600萬人仔，而且有40%幾嘅股份俾基石投資者鎖死。鄭州國資同機構上市後唔會咁易散貨，佢嘅增長來自開新醫院，用 IPO 資金收購或者自建更多中醫院。但問題係佢而家增長放緩咗，好似一個成熟嘅生意，穩陣但唔會爆炸性增長。值唔值得抽？穩陣派首選，有品牌、有盈利、有基石，仲要入場費只係4192蚊，一手都算親民。3、漢天天成2726。碳化硅大佬，但而家喺地獄 mode。呢間係做第3代半導體材料，全球最大嘅碳化硅外延供應商，市佔率超過30%，客戶包括華為、英飛凌呢啲巨頭，仲有華為入股。佢嘅嘢係用喺電動車、充電樁、AI 伺服器，全部係未來10年最熱嘅賽道。增長潛力，佢技術領先。8寸已經量產，仲出埋全球首塊12寸，好似半導體界嘅台積電咁。但佢而家面臨行業大洗牌，因為全球去庫存，6寸芯片價錢由8787蚊跌到得返3209蚊，跌咗60%幾。所以佢2025年首3季純利跌咗82%，仲話第4季會蝕錢。不過佢有廈門國資做基石，認購咗47%股份，仲要鎖死18個月，即係有國家隊撐腰。值唔值得抽？彈性派之選，如果你信半導體週期會喺2026年下半年反彈，而家就係低位入場嘅機會。但佢無綠鞋，上市後冇人托底，短期波動會好大。總結，德式好似一個後生仔，話自己將來一定係醫生，但而家仲欠緊卡數。你信佢將來會發達，但而家要供佢讀書。同仁堂醫養好似一個喺中環開診嘅老中醫，生意穩定，唔會發達，但一定唔會執笠。每個月有錢收，穩陣過做定期。漢天天成好似一個做開地盤大佬，而家遇上樓市跌，冇工開，但佢有大老闆國資睇住，仲話下半年會復甦，你敢唔敢而家請佢？而家市況鬼咁波動，呢3隻新股又冇咁熱，抽唔抽就留俾大家自行決定啦。